公规之事，为何不来对安师修呢？老太师，我弟弟忙事业，出旦忠心，大义临在，可谓勇能勤务帮衬，贵节朝中他。诬告我弟弟美不就用，将我家门门抄斩。事情安静以清，勇能将文出完公道，请万岁顾目。怎么？这件冤案也有你的份啊？嘿嘿，孤存不曾我所料。万岁，你老臣年迈无度，上了帮着之当，望万岁使老臣粗心大意呀！万岁，此事用1月发落，今天还是先对孟丽君的孟丽君，虽看你能言善辩，正与百内中文石朝光于欺君之罪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也是粗心大意呀！你也是粗心大意呀！万岁，故长粗心大意，残切不能。孟丽君粗心大意，多经有